请问气泡水台语倒一个词较侪人讲？哦，气泡水哦，气泡水。嘿，美秀这边是无糖荷兰水，哎因为呦，荷兰水以前就叫气泡水，气泡水以前就叫荷兰水。是气泡水就是汽水，汽水只不过伊是无糖的汽水。哦，应该是汽水啦。汽水啊，就是很多啉汽水，啊是有糖的对不？嗯，啊，最近才有迄气泡水嘛，是啊无糖的，所以应该大家较知影汽水啦。阮这个年纪吼，阮这个年纪虽然是30通岁啊，啊是不过阮不要紧，记一个，记一个。阮这个年纪都唔捌听过荷兰水这个名。怎怎会有荷兰水这种名？过来台湾古早有另外一个名，就是荷兰水其实是中国迄边的迄个过去千古时代的迄个有荷兰商船，有运去水去遐，所以中国迄边有荷兰水这个名。但是台湾这边呢，嘛是千古时代，不过迄当阵是西亚反甲法国人的迄个战争结果就是法国人。的船嘛是载汽水来台湾，所以对台湾来讲是法兰西水这个名啦。